乡亲啊，继续来看台中龙井一个28岁单小姐，已经准备好啊要结婚啊，但是命运创治人，伫咧结婚前来出车祸，伊骑机车去互弄一个重伤昏迷。这是发生伫咧今年的6月，总算是有好消息。这个单小姐伫咧病院治疗4个月后，讲若人精神，嘛会当落来行动咯。伊的妈妈是真欢喜，参医生嘛讲，这是一个奇迹。 妹妹，陈小姐坐轮椅豆豆行，虽然行路阁摆咧，阁爱亲人甲扶，不过对伊来讲已经是真大进步。伊今年6月初伫台中市龙井区骑车下班，互赛车逃走的移工弄甲昏迷，规身躯真侪所在骨质意识无清楚，插管治疗伤势严重。伊的亲人拢无法度接受，因为已经翕新娘相要准备结婚，不过经过4个月治疗，伊毋若醒过来，阁会当豆豆行路正常讲话。 健康回去就好。牙齿啊，他很在意，他说他10万块飞走了，他们也不愿意啊。妹妹正能量就好，她心态正常就好，我很怕她忧郁。陈小姐的亲人看到伊好遮紧，拢真感动。医生嘛讲是奇迹。医生说她是奇迹，看过那么多病人，他说运气好，雇主知法犯法，结果我对他竟然是没准，没办法向他求偿。 但妈妈强调讲，查囝车祸伤势真严重，头壳伤害，互查囝记忆也无法度完全恢复，会继续治疗。嘛希望相关单位重视逃走移工的问题，要为查某囝讨公道。观众朋友，有一件事情不知道你们做了吗？那就是赶快来订阅我们的 CH52华视的频道，而且记得哦，一定要帮我们分享、按赞，还要开启小铃铛。